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陳公子藝廊遊園 Art Promenade。講藝術唔使扮高貴，識玩先至識欣賞。我首先同大家講下點解會有呢個 channel 嘅出現先，主要係因為我陳公子發現喺 YouTube 上邊好少有廣東話去講藝術嘅 channel，所以咧就開一條 channel 同大家分享下啦。而喺未來嘅日子，本公子會同大家好貼地咁去講下藝術歷史，分享一下可以點樣去欣賞藝術。我會盡量用輕鬆有趣嘅風格帶大家遊覽藝術大觀園，用最淺白嘅言語同大家分享點去睇藝術。藝術一啲都唔高深，識得玩先至係王道。另外，我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藝壇盛事，分享有咩收藏品值得留意。總之，一切同藝術有關嘅嘢都可能出現喺陳公子藝廊遊園 Art Promenade。今集先同大家去睇下文藝復興時期嘅西洋美術啦。導覽開波前呢 CLS 行先，一撳 like， 二訂 subscribe， 再撳埋個鐘仔。講起西洋藝術史上最耀眼嘅時期，一定係非文藝復興莫屬。達文西、米開朗基羅、拉斐爾呢文藝復興三傑改寫咗成個藝術史。但係今晚唔上堂嘅，今晚玩畫。我想問，如果我哋用變態嚟做標準啊，邊個藝術家先至係最變態嗰個啊？係嗰個成日畫唔完、拖延症發作嘅知性變態狂達文西啊？定係嗰個筆下全部都係肌肉啦，對石頭比對人有耐性嘅激情變態狂米開朗基羅，又抑或係嗰個完美到你覺得佢好悶、早熟又早逝嘅秩序變態拉斐爾呢？聽完今集，你唔止識得分佢哋啊，仲識得用公子嘅方法去拆解大師嘅變態密碼。我哋嚟睇下第一位變態狂達文西 Leonardo da Vinci。佢係天才中嘅怪人，好多人笑佢。達文西最出名嘅竟然只有一幅畫，冇錯，就係蒙娜麗莎。呢幅畫佢生前甚至冇交翻俾委託人，即係俾錢叫佢畫畫嗰位老闆達文西一路帶喺身邊到臨終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太過追求完美，太挑剔啦，佢不斷修改，不斷優化，根本交唔到貨。達文西咧唔係唔想畫，係太多嘢想畫，解剖學、工程學、飛行器、潛水裝備，佢個腦袋咧就係一個宇宙，所以佢畫畫嘅速度慢到咧留低咗大量未完成嘅作品，例如《最後的晚餐》同《岩窟聖母》。佢可以話係理性與感性嘅矛盾體，一個科學家，同時又係一個詩人。咁我哋點樣回味達文西嘅畫作呢？達文西嘅畫，你唔係欣賞佢嘅畫面，你係要察覺佢喺畫入邊埋藏咗光學、幾何、解剖學嘅密碼，通通等你自己去解鎖。你睇嘅係佢點樣用透視同光影嚟同你嘅視覺玩遊戲。嚟到第二位變態狂米開朗基羅 Michelangelo， 佢同達文西咧係完全相反。如果達文西係思想變態，米開朗基羅就係肉體型變態。佢曾經講過啊，繪畫係俾細路仔玩嘅，真正嘅藝術係雕刻。所以佢嘅作品無論係雕塑定繪畫，都充滿爆炸性嘅肌肉張力，好似大衛像、天頂畫、創世紀、最後的審判，每一件都係人類力量嘅極限展示。佢連畫聖經故事都要畫到個個角色好似啱啱喺健身室舉完鐵咁。佢係藝術界嘅健身狂人，憤怒、高傲、完美主義，中意對住硬掘掘嘅石頭發洩佢嘅激情。咁我哋又點樣回味米開朗基羅嘅作品呢？睇米開朗基羅唔係睇故事，係睇力量。你要感受到佢喺鑿石頭嗰陣嗰種肌力極限。佢一樣有未完成嘅作品，但同達文西嘅奄尖唔同，係因為咧佢太想喺塊石頭度發掘生命，搞到不斷鑿，有時咧會鑿壞咗。第三位變態狂就係拉斐爾 Raffaello Santi。佢係一個太完美嘅天才，可惜只活到37歲。佢嘅畫風清新，構圖優雅，顏色柔和，好似小凳上的聖母、雅典學院，每一幅都係教科書式嘅完美。但係呢份完美喺現代觀眾眼中咧，反而可能顯得太安全，冇達文西嘅神秘感，亦冇米開朗基羅嘅爆裂。點解我話佢係秩序變態？
因為佢嘅構圖咧極度強調和諧均衡，佢將複雜嘅人物群組安排得井井有條，每一個人都喺自己最舒服嘅位置。後世好多想反叛古典嘅藝術運動，反對嘅其實就係太似拉斐爾嘅完美到極致嘅規範。咁我哋點樣玩味拉斐爾？睇拉斐爾係睇空間，睇佢點樣用透視啊，用色彩啊，將成班人啊，成個場景啊，擺到你個視覺上最舒服、最和諧嘅位置啊。本公子咧就對三位文藝復興時期嘅巨匠做少少總結。呢三位變態天才咧，其實代表咗文藝復興精神嘅三個極端啊。達文西知性變態，佢喺畫布上做數學題永遠畫唔完；米開朗基羅激情變態，佢喺石頭上發脾氣永遠畫不休；拉斐爾秩序變態，佢喺空間上做天使永遠畫唔錯。呢三種力量交錯，先至創造出藝術史上最燦爛、最變態嘅時代。畢竟冇啲瘋狂咧，又點能創造永恆嘅經典呢？嗱，聽完古仔，我哋要落地。如果你去歐洲或喺 M+ 睇到佢哋嘅展覽，本公子有3個實戰建議，等你唔使扮高深都識欣賞。喺達文西一定要帶住放大鏡視覺嘅觀察力去睇每個細節。下次咧你睇蒙娜麗莎，你唔好淨係睇個笑啊！你試下睇佢背景嘅山脈嗰種空氣透視法。Full Metal 係點樣用煙霧狀嘅光影將遠景拉遠？睇米高安哲羅睇佢點樣偷工減料，佢為咗視覺效果會故意作出變態比例調整，好似大衛像佢嘅頭部同手部比正常比例大咗少少。點解？因為大衛像原本係設計擺喺大教堂嘅頂部，由下而上望，大頭大手先至夠氣勢。所以下次你睇佢嘅作品，試下改變角度啦。行遠啲，企高啲，睇下佢點樣同你玩透視。睇拉斐爾喺人群中揾中心點。拉斐爾最勁係構圖啊！無論畫面有幾多人，佢永遠都有一個清晰嘅幾何中心點，就係畫家想你入畫嘅核心主題啊！識得揾中心點，你就可以3秒之內識得點樣欣賞一幅拉斐爾。好啦，今晚嘅文藝復興變態天才遊園就嚟到尾聲。我哋拆解咗3大巨匠背後嘅知性、激情同秩序。節目嚟到尾聲，啱口味嘅就記得 like 同訂閱，留言話我知。達文西、米開朗基羅、拉斐爾，你覺得邊個先至係最變態嘅天才？我係陳公子啦，講藝術唔使扮高貴，識玩先至識欣賞。夜未央，下集再遊園啊！